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市这对翁仔某，真正是一大啉酒醉见笑大景点。这对翁仔某到大安区一间酒吧啉甲醉，甲店家来起侦查，店家来报警，警方3分钟就赶到场，已经啉甲醉茫茫的太太，甲女警嚷。 为店内一路嚷到店口，同款嘛啉甲茫的红晒，一直讲碰这个女警的身躯，去互女警甲划。结果这个太太想讲，女警吸到伊的红晒咯，竟然当场甲女警算阿妈棍。最后，两翁仔某拢互移送法办。 来，小姐，你证件给我一张。来啊，都给你。等于到佫嫌大细声，虽然讲警方已经到现场啊，验过这个穿雨伞的小姐对女警完全无得客气。你要生，我把眼镜拿掉。所有的人呐，有没有觉得你是老？徛在椅仔顶，大细声手佫比来比去，就对翁某去酒吧啉酒，说啉甲空气。不要碰我！哎，我骑这么离开的时候那边干嘛？不要动我老公哦！这我老公我会揍你哦！这个穿白衫查某人啉甲蒙酒，啉甲蒙肩胛头，女警赶紧救人。我刚才请你离开了。我真的真无简单，才请因出去外口，这个穿乌衫的小姐，互人日涂骹，因人用手将伊的喙甲按掉咧，叫伊莫去骂警察啦。玩游戏啊！这个小姐互送上警察车，这个查某人又搁吸到女警的大腿，这个穿乌衫的小姐，搁为后座冲出来，直接顶这个女警的颔棍。 事情就发生在23号晚上将近11点，当时正值周五夜晚，因此有许多民众来到台北市大安区这间酒吧喝酒狂欢，没有想到遇到一对酒醉夫妻，从店里头一路闹到店外头，造成古姓女警左膝盖挫伤，翁姓男警左手腕遭咬伤。 询问后均坦诚不讳。翁某两个人暗时出去啉酒，想要轻松一下，想要到大闹酒吧，搁拍警察，互人依照妨害公务、妨害名声，也有伤害罪移送。提醒乡亲，酒若要啉，爱小酌一下，以免醉后失态，付出代价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